大家好，歡迎嚟到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喺呢個任何嘢都好似有一套標準嘅時代，我哋彷彿無時無刻都面對住考核。我哋小心翼翼咁滿足社會嘅期望，努力咁嘗試喺每方面都達標。我哋會好留意人哋嘅評價，習慣性咁揣測其他人嘅眼神，估算外間點樣睇自己。我哋做每樣嘢，表面上係為咗自己，實際上只係想滿足其他人。做好唔知邊個賦予俾我哋嘅社會角色，幫自己嘅人設連戲。我哋自己內心真正嘅想法同感受，往往被忽略。我哋真正嘅需要同喜好，一早埋沒喺一堆待辦事項裏面。我哋不斷咁尋求認可，本質上即係努力喺其他人嘅生命入面做一個出色嘅配角。但係作家梁爽就提我哋要做自己人生嘅主角，先能夠活出真正嘅自己，過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嘅人生。以下我會根據《我本為我很好，我配得，我才是主角》呢本書，分享下真正善待自己嘅方法。善待自己唔係單單只食好嘢，成日去旅行，買貴價嘅包包或者音響，而係了解自己最真實嘅需要，過自己真正想過嘅生活。準備好未呢？我哋依家開始。首先要做自己人生嘅主角，就要識得拒絕客體化。客體化即係將自己當成一件死物或者一個產品，擺喺度俾人審視同埋評分。人係社會動物，我哋好難完全唔理人哋點睇自己。不過諗得太多人哋點睇，就等於將自己當成一部微波爐咁，擺喺貨架度，不斷俾人攞嚟同其他型號比較。我哋係活生生嘅人，我哋有好多面向，有自己嘅價值，而唔係一件陳列品，由潛在買家去評價我哋，決定我哋有冇價值。如果你 set 個頭買件衫或者做少少嘢，都會花好多時間諗人哋會點睇，咁我就覺得係太過客體化自己。客體化自己最大嘅問題係你將自己嘅自我評價完全交俾外界嘅目光去判斷，而外界嘅目光通常都係好 harsh 嘅。無論你做成點，其他人都總有嘢批評你。你人工高，人哋又話你買唔到樓；你買到樓，人哋又串你點解仲未供完。到你供完，人哋又話樓價就跌，做咩仲揸住層樓？你要由外界話你知你好定唔好，咁你就好大鑊。因為好嘅定義永遠由其他人話事，你點做都滿足唔到佢哋。就算滿足到一個人，都有其他人唔滿意，根本冇得搞。應該好多人都聽過一個故事，一個老人家帶住個孫拉隻驢仔去市鎮買嘢，行行下有人笑佢哋有驢都唔騎，真係戇居。老人家聽到即刻騎上隻驢度，點知又有人指責老人家自己騎驢，要小朋友自己行咁辛苦，於是老人家即刻落地行，小朋友就騎驢。但係咁又有人話個小朋友唔識敬老，所以佢哋決定一齊騎，以為咁就唔使俾人話，結果又有人走嚟話佢哋約束。呢個故事好生動咁講出一個道理，就係你太在意人哋嘅眼光，就真係咩都唔使做。所以我哋要拒絕客體化，當然又唔使太過特立獨行，搞到自己古靈精怪咁，專登同世俗眼光作對。但係我哋又真係唔使諗太多，人哋認唔認同自己。要做到呢個境界，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多啲讚自己，每日都揾3樣嘢讚自己，無論幾咁普通、幾咁細微嘅事，都可以讚下。讚嘅過程，你會檢視自己做過嘅嘢，亦會識得欣賞自己做過嘅事。慢慢你就會冇咁介意人哋點睇，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忠實粉絲，就係你自己。拒絕客體化，做真正嘅自己，欣賞真正嘅自己，你嘅人生會從此唔一樣。第二係停止篡改同否定自己嘅真實情緒。好多人都覺得善待自己就應該無時無刻都要保護自己，令自己唔好有負面情緒，結果就變成壓抑或者死頂。喺呢個混亂又紛擾嘅世界生活，有負面情緒絕對唔出奇。無視佢或者強行壓住佢，都唔係對自己最好嘅方式。好多時情緒就係一個對自己嘅提醒。正視佢，揾出導致自己有呢個情緒嘅原因，你會更清楚了解自己。我有個女差人，佢有段時間好唔開心，因為佢老公晚晚都好夜先返屋企，但係佢選擇咗壓抑自己嘅感受。佢同自己講，
老公返工返到咁夜已經好辛苦，自己竟然因為咁而唔開心，真係好唔應該。於是佢表面上對老公好似冇乜嘢咁，對家人朋友都絕口不提呢件事，甚至一有唔開心嘅感覺就即刻同自己講咁樣諗係唔啱，然後求其揾啲嘢做，強行令自己分心。結果冇幾耐，佢老公又越嚟越夜返，變成唔再返屋企瞓。當佢收到律師寄嚟嘅信，徹底崩潰，好多年之後都難以平復。如果佢當年願意正視自己嘅感受，成件事嘅發展可能就會唔同。佢唔開心係因為寂寞，想老公早啲返嚟陪自己，亦都可能隱約有啲不安，唔知老公咁夜去做乜。如果佢正視自己嘅感受，試下同老公傾下，或者問下其他人意見，可能件事會有更妥善嘅安排，唔使去到一發不可收拾嘅地步，甚至佢老公會回頭是岸都唔定。所以當我哋有情緒嗰陣，正面或者負面都好，都應該正視，唔好逃避，更加唔應該自己呃自己，咁樣先係對自己好同埋負責任嘅態度。第三，平視所有人，唔好美化自己。細個嗰陣，我阿媽成日同我講話，睇下邊個邊個幾叻，學下邊個邊個咁啦，搞到我成日都會覺得其他人叻過自己。我未至於自卑，但係絕對會矮化咗自己。尤其係對住職位比自己高，或者某方面有啲成就嘅人，我就會特別地唔自然，好似唔係好敢直視對方，唔都夠膽同對方講嘢咁。直到出嚟做嘢好多年之後，我仍然會好怕上司，亦會對啲前輩言聽計從，因為我覺得人哋做得耐過我，識嘅嘢多過我，佢嘅睇法一定有佢嘅理由，只係我睇唔透啫。所以前輩有咩吩咐，我通常都唔多思考就會開始做，結果當然係瀨唔少嘢。直到好多年之後，人生閱歷多咗，明白到其實幾叻嘅人都只係人一個，大家都要食飯，大家都要瞓覺，佢哋有啲嘢叻，但係亦都會有盲點，就好似任何人一樣，nothing special。慢慢我先改得到呢種矮化自己嘅態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每個人都係自己人生嘅主角，哪怕係李嘉誠，我哋都係用欣賞，最多尊敬就可以，真係唔使用一種敬畏、崇拜嘅態度去對一個人類，哪怕佢嘅成就前無古人，咁都只不過係一個人啫。你公司某一個小上司就當然更加冇乜特別。如果佢以為自己好勁，恃勢凌人咁，咁就係佢嘅問題。我哋冇必要受佢影響。平視所有人，相信自己同任何人都係平等，唔好美化自己。呢個就係對自己好嘅一種處世態度。第四係唔再用力討好任何人。我估計好多人細個嗰陣都試過做好多嘢，希望融入某個圈子，或者中意一個人嗰陣，不顧一切咁去討好對方，仲要對方越冷淡，我哋就做越多嘢，希望感動對方，卑微到好似冇咗自己飲。書入面有一句好正，作者話：你尋求邊個嘅認可，就係將個權力交俾邊個。當你太渴望得到某啲人嘅認同，其實就係將自己擺咗喺一個好被動嘅位置。你嘅心情會變成由其他人決定，人哋讚你兩句就開心到飛起，人哋彈你兩句就跌落谷底。喺網上世界，好多人嘅心情就俾啲 like 嘅數目，或者係啲唔識嘅人嘅留言牽引住，搞到成日患得患失咁。哲學同心理學有個概念叫主體性，即係話我選擇對一個人好係我嘅主動選擇，我付出係因為我高興。如果你唔珍惜，我隨時可以收翻，因為個選擇權喺我度。我記得有個故事幾有意思，有個小朋友好中意同一棵樹玩，佢會幫棵樹淋水，又會幫佢修剪樹葉，而棵樹就會幫個小朋友遮陰乘涼，大家都好開心。但係小朋友長大之後，唔再花心機照顧棵樹，淨係識得摘佢啲果實，同埋斬佢啲木去賣。結果冇幾耐，棵樹就淨係得翻啲樹根，奄奄一息。有得揀嘅話，我哋當然唔好做嗰棵樹，陷入一段單向付出嘅被動關係，就好似買咗一隻股價不斷跌，仲要冇息派，甚至要不斷俾錢供股嘅垃圾股票咁。唔好信佢會喺某個時間見底回升，要避免繼續蒙受損失，就要越早止蝕越好。第五，
我哋要幫自己建立一個核心支撐點，撐住自己，唔好俾自己搞到要依附其他人先至生存到。有個故事係咁嘅，河邊有兩條好幼嘅樹枝，有隻雀仔好悠閒咁坐喺樹枝上面唱歌仔。一隻老鼠見到，覺得好似好過癮，於是就學隻雀仔咁坐喺另一條好幼嘅樹枝上面。點知一陣風吹過，兩條樹枝都斷咗，老鼠跌落河，俾水沖走，而雀仔就拍一拍對翼，慢慢飛走咗。老鼠靠樹枝做唯一嘅支撐點，結果樹枝一斷就出事。雀仔真正嘅支撐點係自己嘅飛行能力，所以樹枝斷咗對佢影響都不大。好多人嘅生活支撐點係建立喺外在事物或者其他人身上，例如有啲人會將支撐點建立喺伴侶身上，當對方一離開，個世界就會即刻崩塌。有啲人將支撐點放喺公司身上，結果一俾人裁員就冇辦法生存落去。當你將個支撐點交俾外界，你就好容易會迷失自己，迎合其他人，因為你知道冇咗其他人，你自己就生存唔到。所以善待自己嘅其中好重要一點，就係將個支撐點放返喺自己身上，無論係情感、經濟、生存技能等等，你都要確保萬一有咩事，自己都可以搞得掂。例如對感情，我哋要投入，但係都要有自己嘅生活，要有自己嘅朋友圈。對工作，我哋努力得嚟，都要建立屬於自己嘅技能同埋個人品牌，確保自己就算唔靠公司，都可以延續事業。支撐點喺自己度，你就會相對冇咁需要擔心外間嘅風風雨雨，做人就會更加自在，更有信心應對各種困難。呢個都係對自己好嘅一個重要方法。第六，要有將厄運變成磨練嘅心態。尼采話齋，殺唔死你嘅，會令你變得更強。喺生活入面，我哋總會遇到啲好乞人憎嘅事，或者一啲好難搞嘅小人。呢啲嘢當然可能會令我哋覺得委屈同埋憤怒，但係一味精神內耗，對件事都冇幫助。我本位嘅思維就係要你無論遇到幾咁惡劣嘅人同埋事，當你用你人生嘅主角視角去睇，所謂嘅逆境都不過係你人生入面幫你刷經驗值，幫你不斷升級嘅過程。如果每件事都順風順水，每個人都對你好好，你就只會永遠都係溫室長大嘅小花，唔會變強，唔會有任何進步。當我哋身處挫敗當中，當然會覺得寧願唔進步，都唔想再遇到啲衰嘢。不過第一，呢個世界係冇可能對你咁好。第二係當你回想翻每件看似好負面嘅嘢過後，都總會喺某啲方面令你升華咗。可能係對人性了解多咗，睇嘢通透咗，個人聰明咗，呢啲嘢都只能夠喺教訓中學到。呢個世界對我哋好 harsh，總係不斷安排啲我哋睇唔順眼嘅人喺身邊，俾一大堆我哋做唔嚟嘅工作我哋做，耐唔耐就俾個氹我哋踩。我哋要對自己好，就要相信呢啲嘢事後會令我哋變強。咁當我哋身處其中嗰陣，就唔會咁痛苦、咁絕望。而係會勇敢咁接受挑戰。第七，我哋要將快樂列為每日最重要嘅目標。每個人都想快樂，但係好少人會真係做啲嘢去令自己快樂。我哋每日都有好多嘢要追趕，好多繁雜事務要處理，根本唔得閒諗自己係咪真係快樂。好多人會覺得追求快樂好似好奢侈，好似好不食人間煙火。啲嘢都未做完，講乜嘢快樂啊？不過，如果我哋用我本位嘅思維，快樂就唔係一件副產品，而係一種必需品。我哋唔會每日都遇到令人開心嘅事，反而令人憤怒、憂慮、絕望嘅事就每日都遇唔少。所以要開心，就要靠自己好好去經營。我有好多影片都分享點樣令自己開心，例如冥想之類。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每日抽少少時間去做。冥想對改善情緒有非常大嘅幫助。另外，定期做運動，多啲接觸大自然等等，都唔係可做可唔做，或者得閒先至考慮去做嘅嘢，而係應該每日都做，令自己開心啲，中和翻日常遇到嘅各種壓力。呢個就係我本位思維嘅終極體現，將自己嘅感受放喺人生嘅第一順位，永遠都照顧好自己先，先再處理其他人。
同埋事。調翻轉講，如果你連自己嘅情緒都處理唔好，就好難有餘力去做其他嘢。呢個世界夠晒多苦難，夠晒多衰人。如果連你自己都唔多啲氹自己開心，咁就未免太辛苦。所以從今日開始，每日都做啲嘢令自己開心，以開心為你嘅首要目標，照顧好自己，咁你先係自己人生嘅主角。第八係要建立工作同生活嘅邊界感。具體意思即係工作同生活一樣還一樣，唔好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好多人嘅負面情緒主要來源就係工作，原因好多時就係我哋冇將工作同生活分開。老細批評我做嘅嘢，我就會覺得佢否定緊我成個人。同事有嘢做得唔好，連累埋我就會憎到佢死，嬲到飯都食唔落。其實工作只係佔我哋生命中嘅一部分，唔係全部。哪怕你工時幾長，幾咁前天後覆 email， 佢終歸唔係你生命嘅全部。所謂賣命俾公司，其實形容得好貼切，即係你將生命中一部分時間賣俾公司，換取生存嘅資源。咁你剩低俾自己嘅生命就應該好好咁過。將工作引發出嚟嘅情緒帶埋落自己嘅生活，即係蝕底公司。作為精明嘅香港人，我哋絕對唔應該咁做。調翻轉講，如果我哋能夠分得開工作還工作，咁我哋做嘢亦會更順暢。例如老細朝早落咗個好忙居嘅 order， 你非常不屑，全日喺度同啲同事討論件事有幾低能，搞到臨收工都仲未開始做，仲要俾老細追。呢個時候可能辦公室某個暗角有個對工作不帶任何個人情緒嘅同事，老細一講完佢就落手做，收工前已經搞掂晒啲嘢。要將工作同個人感受分開，我自己嘅方法係將要做嘅嘢好具體咁寫低，越寫得巨細無遺，除咗可以令自己更有系統咁安排做嘢嘅先後次序，心理上亦都會更客觀咁去睇啲工作。你覺得老細針對自己，俾特別多嘢你做，咁即係有幾多嘢要做呢？寫出嚟，10樣就10樣，20樣就20樣，有10樣嘢做，呢個係客觀事實。老細俾好多嘢我做，就係主觀感受。如果你將工作盡量具體咁列出嚟，你就能夠更客觀咁應付你嘅工作，自然冇咁多主觀感受。好啦，以上就係今集嘅內容。所謂嘅我本位思維，唔係話要變得自私自利，活喺自己嘅世界，完全唔理其他人嘅感受。佢係提醒我哋要對自己負責任，將自己人生嘅控制權喺老細手上，喺批評者手上，喺 social media 手上，喺親近嘅人手上，通通收翻嚟。人生呢場戲，我哋好容易演下，反而投入咗去人哋嘅劇本度。喺人哋嘅劇本入面，我哋明明只係一個連對白都冇嘅配角，但係就投入咗好多感情去演。反而自己嘅人生，我哋明明先係主角，但係就演到渾渾噩噩，幾個場景就令我哋迷失喺一班臨記當中。我哋永遠要記住，我哋係自己人生嘅主角，我哋要拒絕客體化，正視自己嘅情緒，平視他人，唔好盲目討好，再幫自己建立好核心支撐點。學識喺逆境中刷經驗，建立工作同生活嘅邊界感，同埋每日都將快樂擺喺第一位。你未必係呢套戲嘅編劇，有啲劇本或許一早寫好咗，好似你喺邊個家庭出生，你嘅樣貌，你會遇到咩人之類。但係你絕對係呢套劇嘅導演兼演員，點樣演好套戲，絕對係由你話事。善用我本位思維，唔好再等邊個走埋嚟肯定你。由今日開始，演好自己出戲，活出對自己最好嘅人生。如果你喜歡今日呢條片，請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呢個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多謝各位，我哋下次見，拜拜。